我哋而家會睇下 PAM360 嘅 CIEM 模組。而家 PAM360 咧可以管理 AWS 環境 ，CIEM 目前支援 AWS 環境。我哋而家都緊密開發緊 CIEM 對 Azure 環境嘅支援，之後仲會陸續支援 GCP、阿里雲同埋其他雲端服務供應商。咁今日我哋呢度咧，其實已經用 CloudTrail 賬戶咧，將 PAM360 同其中一個 AWS 租戶連接咗。你需要提供呢啲資料先可以將 PAM360 同你嘅 AWS 環境整合，整合完成之後，你就會見到 AWS 租戶已經同 PAM360 連接好㗎。而家等我快啲登入，即係等我睇下我個租戶入邊發生咩事。為咗呢個目的，我哋有個好全面嘅儀表板，你可以睇到一大堆詳細資料，包括每個用戶角色同用戶相關嘅風險。根據今日嘅情況，我連接咗 PAM360 嘅 AWS 租戶入邊有497個用戶擁有過多權限。我哋有近千名用戶未啟用多因素身份驗證 MFA， 我哋有近750個用戶擁有影子管理員權限。此外，我哋仲有上1000個 IAM 賬戶。你知道呢啲賬戶具有不活躍嘅休眠嘅身份，係嘛？所以呢啲係 PAM360 CIEM 模塊可以主動從你嘅 AWS 環境裏邊獲取嘅風險。咁等我哋逐一嚟睇咧。正如我頭先所講 ，PAM360 根據高、中、低3個等級對風險進行分類。高風險用戶基本上係指未啟用 MFA 嘅用戶、影子管理員用戶，例如佢哋甚至唔知道自己擁有管理員權限嘅用戶。此外，權限過大都被列為高風險因素之一。同樣地，不活躍用戶會被視為中等風險，而嗰啲存取金礦同密碼嘅定期更換嘅情況，相對於我啱啱提過嘅另外兩種風險，就會被歸類為低風險。咁如果你想了解你個環境發生緊咩事，或者想為用戶修正存取政策，你都可以用一個好靚嘅可視化儀表板。假設呢個用戶有影子管理員權限、存取權限等等，我會點擊呢個用戶賬戶，咁我就可以睇到同呢個特定用戶賬戶有關嘅依賴關係，啱唔啱？呢樣更加重要啦，因為當你用緊雲端環境或者係混合環境時，唔單止你本地環境有管理員賬戶，你個雲端環境都一樣，有成千上萬個管理員賬戶，啱唔啱？我而家講緊嘅只係其中一個租戶啫，你有多個租戶分佈喺唔同地理位置嘅地點運作，所以你可能有成千個 IAM 賬戶，而你甚至唔知道邊個賬戶有咩風險。所以當你有一個全面嘅 CIEM 模組，可以俾你鷹眼地攬晒你哋賬戶發生緊咩事，有咩風險，咁你就可以即時好容易咁解決嗰啲問題。啱唔啱？呢個時候 PAM360 嘅控制就發揮作用啦。我哋有晒所有呢啲賬戶同佢哋相關嘅風險。我而家就會喺其中一個賬戶同其中一個用戶嚟睇下。你可以睇到呢個用戶嘅全部存取地圖。你可以睇到呢個用戶喺 AWS 入邊對某啲應用程式同某啲服務有管理員權限，可能係例如 EC2，佢哋可能有 RDS 嘅存取權限，你可能都唔知佢哋用邊個賬戶去用邊個服務，係咪先？所以呢個存取地圖咧，可以俾你一個好全面嘅睇法，知道佢哋而家實際上接觸緊啲咩。咁假設呢個用戶有幾個政策綁住嘅，你都可以攞晒所有呢啲政策。如果你發現呢個用戶有多個需要嘅權限，即係話有多餘嘅權限，你可以即時用 PAM360 自動建議嘅政策去修正呢啲風險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就係而家呢個用戶現有嘅政策。而家 PAM360 咧會根據佢哋嘅風險情況，為呢個特定用戶建議一個合適嘅政策，係咪先？咁樣你就可以直接喺 PAM360 控制台度修正風險，仲可以透過 PAM360將政策推送去你嘅 AWS 環境，係咪先？同樣你都可以睇到你環境入邊有啲咩用戶群組，你可以睇到呢個特定用戶群組有咩依賴，咩角色連接啲佢哋嘅角色，又連接啲咩服務，你可以全面咁掌握晒所有呢啲資訊，唔單止係群組同用戶，你仲可以全面咁攬晒你 AWS 環境入邊所有角色。咁你可以睇到每個角色有幾多用戶連接嘅，咩政策連接嘅嗰個角色，仲有咩服務同咩應用程式都連接嘅嗰個角色，全部都可以查到。如果你想即時修正任何連接嘅政策或者角色嘅風險，都可以即刻做到，係咪？如果你想進一步善用 PAM360 嘅 CIEM 功能，你可以